后来这个大地震阁一直有余震，加上真济所在落大雨，可能会造成土石松软，所以这几天咱的乡亲若要走山区的道路，都要特别注意。今仔日甲明仔载也有雨。天气湿冷，爱到拜五，这个雨才会停，会阁回到温暖舒适的天气，甚至会感觉热。但是时间真短哦，到拜六的暗时又阁有风面到位，会阁转湿冷。天气是个冷，拢已经3月底啊，民众虽然是穿长衣的，加上为昨开始落雨，出外拢爱早雨伞，互大家拢感觉习惯的天气会阁继续冻偌久。雨势的部分，明天还会持续一天，礼拜5、礼拜6水汽稍微减少，但礼拜天锋面又要南下，天气上是比较多变的一周。拜六礼拜过了后，因为东北季风变强，加上风面来，为26号开始会阁开始落雨，气温嘛会降落来，尤其到28号，全台湾上低温北部刚有15度，离岛的金门、马祖嘛刚有11度。到礼拜天之后，因为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，各地的天气又会再度转凉哦。所以在温度跟降雨的部分的话，未来几天变化都蛮大的。另外，特别提醒的是，23号半暝啊，全台湾发生规模6.6个地震，佮加上最近落雨，山顶的土石甘水送去，住伫山顶的民众得注意，因为有可能会发生土石流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